何说？转转身，走去溪仔边洗三遍。头时乌仔鱼，即仔鱼咱要打鱼，数万千。古早读册人咧吟诗叫做文人调，就是安尼啦。小小离家老大汉。叫人咧讲传统的讲吟诗，所以吟诗吼无咧看谱的我长笑，今笑无共咱无共，我就看心情的。所以以前人听到讲什么忧郁症这叫偷白，偷白。吟诗就是吟唱诗歌就是偷白。所以我想我记遮一个时阵，大家呢应该真正讲话，那是咧唱歌，对不对？讲的甲唱的咱啊，变好听以前都讲较好听啦，无影啦，变好听后面对不对？所以你想看卖？咱的母语，咱的阿娘的话，咱即个土地声嗽，是遮哪有音乐性？在座各位在座各位国外英语，到我都知了。即款的节奏旋律，全世界有真偌种，至少咱正，我毋敢讲无咱无了解，但是咱所了解无像台语这语言的，这声调，这音乐，这节奏遮丰富的。所以讲open the door， 开门，对不对？开门。台语咧，开门，门开，门开开，门开开，门开开开，门开开开，咱是我看。这要解说，我唔敢要解说的，有无？门开开，门开开，门开开开，门开开开，到时我开叫出口。啥意思啊？咱的台语是用这声调咧表达意志、感情、甲思想的物件。你讲开开开到开开开，那歹解说呢？但是听有无？听有袂？你搁听有袂？听讲恁查囝。做人真好，做人真好，敢做人做人真好，做人敢做人。你讲声调无同，意思敢有相同？做人是待人处事，做人是安怎？对对对，有对想法袂？对不对？无共，对不对？惊死，惊死，对不对？无共的，惊死，惊死，我惊死，无共的。惊人，惊人，对不对？无共的，哇！这唱人搁惊人，对不对？袂晓遮贵，所以我是讲台语别人我毋敢讲，伫即个声调音乐方面的时阵咱是全世界排头的，好，来，过来，第一遍呢公开话读拄啊即段话啦读拄啊即段话，我拄有一个机会，透过即个廉政区的区长姓郭郭金池，进咧做高雄市的副局长，因为伊当时是是含我有台语，我算我学生啦做我学生咧即个做副局长因为伊婚姻人啦，伊细汉时阵拢看红砖布地个，所以伊对这有感情啦，所以遐无用伊嘛真正去做学生咧。伊本是中央大学的教授留着这去做我学生后来时阵因为做啊更公务人员啦伊去做廉政区的区长，当时是过金发带来听过金发。伊就介绍我熟悉，我就从拄啊即个理论讲互过金发听，过金发听了时哇，人言人谈呢，你敢知影？我就送伊一本我的迄个俗语的册，俗语传导的台湾俗语，有的人看毋着，可能金门句的台湾俗语，差不多传导就是拗啦，毋是金门句啦。好，安尼呢？伊感觉哇，这袂歹伊可能全台湾啦，嘛可能全世界因为将俗语呢歌谣化，咱先来看下来。一枝草一直开始来，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庭二家富，三家起大厝，四家徛袂富，人讲走袂富，大概一人一家呆。公妈是人猜，咱来看下咧，有影讲念了先歌就走出来伊一下就甲做一三首出来咧。念看，这人伊就即个报出来。
一点路，天无绝人之路。有安尼啊，叫歌了。一片草，一点路，天无绝人之路。一片草，一点路，天无。诶，咱就细个时阵囡仔哦，囡仔我念小夜先互用唱嘛，袂歹哩吼。伊个唱甲用了有小可无？差不多小可嘛，吼，只不过以后你较看得长尔嘛。一间间吼，来听嘛，这啊，讨论2分钟尔。我真有专业嘞，证明讲，真正会通的，会通的吼。人伊即款的国宝级的歌手来，你嘛，了了要做这，做这。所以以后时吼，我嘛要来即个招即个捌音乐的吼，来咱招人来发展，我感觉袂歹吼。因咱囡仔时吼，互有这旋律的时候，更记条，会知影要一人一家来讲嘛是唔知。好啦，好 OK。过来所以即个过来，咱过来介绍啥物呢？阿文豆腐的台语，阿文豆腐的台语。阿文豆腐吼，讲伊个叫做阿文啦，咱台语叫做豆腐啊，台语叫豆腐吼。阿文讲落文啦吼，就讲吼，伊一个人伊无离校读册，台语嘛毋捌，从来毋捌入教体内底咧教，是安那咱的先祖，咱会逐个遐个讲遐个物件，除了伊看报纸，除了伊呢看歌以外。是安怎？因遐拢记条条，像我阿嬷咧讲着俗语的时候，就来讲袂煞，讲袂煞吼。而且伊就过来笑讲啊，你读册人吼，讲叫较毋正教的啦，较毋正教，讲啊人听无的话啊。譬如讲什物一决雌雄，对不对？看报讲一决雌雄嘛，对不对？一决雌雄嘛，一决雌雄。我阿嬷讲无咧咱讲的啦，讲看是咧死猪，叫咧死猪肉。对不对？哦，这话已经偌亲切咧，这偌亲切咧，讲靠细伢咱啦，对不对？是个讲求人不如求己，这个读册人咧讲的话，求人不如求己啊。我阿妈你安尼讲啊，煞毋知影，人拢教会行，真说教袂行，所以教比教到不如家己走，要小变变，要小变变。要较硬咧，讲家己知一知，较赢看法。若是伊那拢记条条，我拗到，这是咱的台语内底吼上界大的特色。所以，迄囡仔自细个时，你若互伊学台语，学家己学个时候，他一辈子跑不掉啦，跑不掉。我吼去温哥华时候有听一个故事啦吼，咱台湾吼以前无一个叫做蔡阿信，台湾有史来第一位医生叫蔡阿信，咱第二叫柯阿信吼，柯阿信住温哥华，伊个主治医师甲我讲啦，这蔡阿信啊，台湾有史以来，咱历史无捌做过啥物啊，叫做龙头沙文，就是做伊吼，做伊。
我去温哥华时，因个主持说讲来讲，这蔡阿信吼，这柯雅信吼，这台湾第一位的查某医生吼，伊讲吼，伊尾仔的时阵啦吼，就是讲过身进前啦吼，伊住咧讲咱伊个时吼，伊讲咱老趣味，伊讲啦，伊一世人会晓讲足侪语言，会晓讲台语，会晓讲华语、国语，嘛会晓讲日语，嘛会晓讲英语，嘛会晓讲即个法语。结果真大趣味呢，伊要死，过身进前时吼，伊个语言拢全部水肿。伊话剩会晓讲就是伊家己，伊还讲迄是伊主持了先学的，学的，学，所以啥呐，伊才特别找迄个主持师，因为迄是咱台湾去的医生，所以会晓讲家己，所以会跟他沟通。这柯雅信这大家这著名一个台湾第一位医生吼。这个咱台湾话吼，除了讲音乐是以外，我感觉吼，这阿文斗鼓吼，咱讲话时吼，讲话。嘛，哪想咧唱歌呢？咱讲因阿文斗鼓，我想咧，我本来会当笑4、5分钟啦吼，但是有时间过来，我就直接来讲啦吼。就讲吼，我想咧，只要是人啊吼，拢爱听好听的话啦。所以吼，咱台湾的风尚咧，咱用一个啥物食客讲好话，对不对？讲好话啦，讲吉祥话啦，讲吉祥话，这讲好话哦，一定正确的啦，一定正确的啦，看到人的真哦。阮牵手甲讲来，讲拄着人个是你甲减岁就对啦，减税啦，逢人减税啦，你们看个人就会讲，头40外，对不对？假嘛，假啊伊嘛爽，对不对？讲无啥可能讨论比较2万哦，对不对？你讲200咧，听着好听的话，这人性啦，人性，听好话，听好听的话，这是人性。所以吼，做有来讲句话，见人说什么啊？是啦。见人爱讲人爱听的话啦，爱听的话，是真话。见鬼嘛讲鬼爱听的话哦，安尼无毋对啊，无毋对啊吼。我想这内底吼，上解，咱台语内底上解就是食地讲好话，就是讲吉祥话啦，吉祥话。咱的吉祥话吼，真侪人毋知影。咱的吉祥话吼，不但阿文斗鼓，更重要，伊一定的。我看真侪主持人去着咧好安尼，想用背安尼画一大堆，画成迄样就真正无基本步啦。吉祥话。好听的话，好话一定爱阿文斗鼓啦，爱共调啦，爱搁共调啦，还要同调，毋是干阿文而啊，阿文台语讲超简单啦，爱搁共调啦，爱搁共调，你看，你话就这你过，慢慢你共调啦，讲伊不但爱阿文，爱共调啦，这咱来讲这个爱叫天籁啦，这个音叫天籁音啦，讲又押韵，然后又同调。毋是讲阿文较简单吼，台语来讲阿文这无算啥，就是搁共调。所以你看吼，深深深，共心，看到无？我共迄调，共迄调，悬咧悬咧，低个六较过来，大发财，看到无？一杯酒好牵手，看到无？这什么？食有春，好龙君，春君，芳正正，吉人听，看什么？林依依，生相思，嘛搁生后生啊！即个是查某无啥路用，无毋知啦，无一定路用啦，无一定路用啦，拢地有路用啦，安尼讲啦吼。所以哦，特别这两性平权啦，两性平权啦吼，两性平权，吼。所以讲呀，以后若要讲好话时阵，爱记，不但阿文爱记，爱搁共调，毋是干那阿文，爱人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吼。这吼，来我阿嬷吼证明啦，我讲伊无一个人喺我讲，迄一个茶杯下啊吼，一个茶杯下起来时阵，伊讲袂煞，伊就讲袂煞。讲茶杯深深深，互恁阿母会共心，阿母若共心，乌土变成金。茶杯芳正正，互你顶人听，顶人听靠咧拍拼。茶杯芳济济，讲互你钱趁济济，讲济甲无计下。后遐我讲对不对？遐我讲咧吼，伊就是我有法度咧讲，看手牵手，天长地久，嘴拄嘴安那万年富贵。伊就总是咧有法度咧。讲一大堆，看了啥，伊就讲啥。若你要共以前吼，拢会共创治新娘甲新娘嘛，讲安来讲安来，酒杯深深深，新郎新娘无烧酒，这杯烧酒阮无爱啉。你若拄着，就来讲来，囡仔甲我陪恁总啊。讲酒杯深深深，新郎新娘无烧酒，因人人较会共心，若共心，乌土变成金，拍者好啊。像这吼，咱拢无去啊。我才我教我阿妈学两步，对不对？出来我专家，你就学两步。我来讲，古怪伊都，我读册啊，毋歹是啊，安尼念这，阮老母
就较毋捌这啊。阮阿嬷咧讲这伊讲啊，你搁伫遐结尾仔钱啊，伫遐结尾仔钱啊，你讲伫遐，你讲迄5、4、3，讲这是倒。因为讲好听话，讲吉祥话，这着祝福的话，这着赞，这赞吼。来，咱做嘛了解啦吼，这了解嘛，你看吼。酒杯米米，你看啥？酒杯米米，富贵万万年。酒杯清清清，众人会同心。酒杯捧过来，年年大发财。饮饮一杯酒，带着好干酒。酒在家有春，嫁着好郎君。酒杯捧正正，四界得人听。滴答滴滴，每年生相思。人搁爱讲生后生啊，爱是讲生相思，因为大陆较欠人，欠囡仔毋欠人，欠囡仔吼，爱生相思，吼生相思。啊，若无咧，你安那？你着安那？你着讲吼，滴答滴滴滴，互你福气归你探天，啊，袂歹啊。滴答滴滴滴，互你好运的随时做你身躯边，好话对不对？好话吼，啊所以，即过去吼，遐无读册吼，拢怎讲这呢？真奇怪，咱即摆读册拢袂。